人類歷史由連串重要嘅事件組成，由千年帝國嘅誕生到璀璨文明嘅終結，由少數人嘅創意到全球文化嘅革新。我哋曾經遇到極權統治，甚至係世界大戰，有全民抗敵嘅故事，亦有領袖嘅不屈意志。最細微嘅決定足以影響大局。了解過去，先可以預見未來。試想一下，呢度係意大利嘅亞歷山大城，一個大同世界嘅首都。各地派代表嚟到呢個不朽之城，參與第325屆奧林匹克運動會。喺呢度，昔日嘅敵人和平共處，大家都講同一種語言。呢一切都係由亞歷山大大帝所創造嘅。喺1000年前，佢追求世界統一，管治作風開明。喺80年嘅統治入邊不斷修正，佢嘅宏偉塑像1800年嚟都屹立都城。但一切其實都冇發生過，正因為幾個世紀前一個細微嘅決定觸發連串事件，令亞歷山大嘅美夢告終。喺公元前336年，正當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登上權力嘅高峰，但俾近身侍衛刺殺。2年之後，佢個仔亞歷山大三世喺戰場逃過一劫。之後佢承繼皇位，決定開疆拓土，史稱亞歷山大大帝。呢3宗緊密相連嘅事件，係人類歷史長河入邊一個關鍵時刻。而家就由我哋嚟細說由來。係曾幾何時，喺古代社會根本冇平等呢個概念，當時只有少數人能夠擁有自由。西方文明正奠基於呢個時期，呢個係哲學家、戰士同埋英勇事蹟嘅時代。喺公元前350年，地中海由2大勢力主導，佢哋係希臘人同埋波斯人。波斯財雄勢大，國土遼闊，由地方財閥管治，服從於國王。佢管轄嘅地區雖然文化各不相同，但備受尊重。喺佢管治之下，波斯發展出龐大嘅道路網絡。國王擁有絕對權力，帝國匯聚四方八面嘅財富。波斯以國王為中心，但對於希臘人嚟講，佢哋認為波斯係野蠻嘅體制。當時希臘實行城邦管治，雅典、斯巴達同埋底比斯各自為政，彼此互相交鋒。喺希臘，國家嘅概念並唔存在，你係雅典人而唔係希臘人。城邦就好比一個實驗室，俾哲學家尋找最好嘅管治模式。呢一種就係希臘嘅城邦制。喺波斯，個人並唔重要，但喺希臘，人就係萬物嘅中心。大家互不理解，所以互相抗衡。歡迎嚟到人類記憶庫。喺呢度，我哋可以穿越時空，分析同比較幾千年嚟嘅歷史事件，從中吸取教訓。雅典人發明民主制度，佢哋認為喺嘗試過嘅體制當中，呢種制度害處最少。但雅典式嘅民主同現今嘅相差好遠。
如果將古希臘城邦制套用喺今日嘅城市，好似紐約咁，呢個大都會將會完全獨立。居民視自己嘅身份係紐約人，而唔係美國人。佢哋擁有自己嘅軍隊，唔承認美國總統嘅權力。居民可以自己選擇貨幣同教育制度。更加持續同達拉斯或者洛杉磯開戰，只有喺面對困境嘅時候先會結盟。喺法律之下，公民享有自由平等，更加可以草擬法例並投票決定。不過喺古希臘，要成為公民，除咗一定要係男性，仲要係擁有自由嘅人，而唔係奴隸。外地人亦都冇資格成為公民㗎，佢哋一定要家境富裕，唔使工作，先至可以參與政治辯論。換成係今日嘅世界，只有大約2%嘅紐約人可以被視為公民，同現代嘅民主理念可以講係相距甚遠。總結一句，希臘時代同現今嘅世界一樣，制度並唔完美，要人人平等，為時尚遠。喺希臘，城邦之間各自為政，波斯就一直虎視眈眈。兩國歷史交織住幾場史詩式大戰，包括馬拉松、溫泉關、普拉提亞同埋薩拉米斯之戰。波斯帝國兩度揮軍入侵，希臘城邦就放低分歧，兩度結盟，共同抵禦敵人。入侵令到希臘人痛恨波斯，一直想報仇雪恨。呢個時候，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繼位，佢唔係希臘人，但一直係友善嘅鄰邦。馬其頓人可以參加希臘嘅運動會。腓力立志要結束希臘城邦之間嘅戰爭，實行中央集權，再進攻波斯。由於有出色嘅謀略，佢最終達成目標，結束希臘城邦之間嘅爭端。雖然希臘人唔係心甘情願，但都承認咗佢嘅政權，一齊向波斯發動復仇之戰。腓力二世無懼戰爭，平時都唔會着住盔甲，但係威脅嚟自四方八面，包括自己嘅陣營。公元前336年，佢被視為刺殺身亡。係個人恩怨，抑或宮廷鬥爭？真相隨歲月消散。之後，亞歷山大三世繼位，佢只有20歲。當時所有希臘人都質疑呢位年輕人究竟可唔可以承繼父業。團結就係力量。從波斯同希臘嘅戰事可以睇得好清楚。希臘軍隊得勝，可能佢哋覺得自己比起其他種族優越，不過實情係關於佢哋嘅戰略。波斯軍隊嘅隊形好鬆散，但希臘人就組成方陣，仲配備住長矛同盾牌。佢哋排成方陣攻擊敵軍，可以話係難以阻擋，除非敵軍有另一個方陣。不過當敵眾我寡嘅時候，單靠步兵嘅方陣亦都好難贏到。兩邊一定要有騎兵輔助，攻擊敵軍嘅後方。呢個就係馬其頓著名嘅隨針戰術。
好多軍校到而家都仲教緊。2000年後，南非祖魯族人就係以類似嘅戰略擊潰英軍。英軍步兵當時仲配備住步槍，所以關鍵係領袖同戰略。當年腓力二世係出色嘅將領，咁亞歷山大又係點樣克敵制勝嘅呢？馬其頓國軍身亡，希臘城邦以為可以重獲自由，結果大錯特錯。當時亞歷山大雖然年輕，但就係一個天生嘅征服者。佢同爸爸一樣精通兵法，而且一樣脾氣暴烈，更加遺傳咗媽媽奧林匹亞斯嘅野心同埋謀略。佢思慮周全，而且更加得到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嘅教導。亞歷山大善於征戰，對一切都好好奇。佢有時性格溫和，但有時脾氣就非常暴躁。佢繼承皇位之後，底比斯爆發叛變，亞歷山大即時還以顏色，底比斯就係咁樣湮滅。其他希臘城邦之後再唔敢叛變，更加團結一致。亞歷山大終於可以繼承爸爸嘅夢想，進攻波斯。喺公元前334年，希臘大軍渡海，喺格拉尼庫斯河同波斯軍對壘。亞歷山大率領騎兵闖入敵陣，但係就被圍攻受傷。多得忠心嘅克雷托斯救佢一命，否則戰事就會結束，歷史亦可能會改寫。亞歷山大之後乘勝追擊，奪取大片波斯領土，並喺伊蘇斯擊潰大流士嘅大軍，令波斯大王落荒而逃。喺泰爾城之後，佢席捲埃及，建立亞歷山大港，被封為法老王。之後就係敘利亞，越過幼發拉底同埋底格里斯河。喺10月1號，亞歷山大再同波斯大軍對壘，雖然以寡敵眾，但希臘方陣仍然奮力進攻。等亞歷山大同佢嘅騎兵衝入敵陣追殺大流士。佢以一敵百，逼近波斯國王身邊，令到大流士要棄軍而逃，結果波斯慘敗。到10月底，亞歷山大攻陷巴比倫同波斯波利斯。大流士逃亡嗰陣遭到殺害，屍首送到去年輕君王嘅手上，波斯帝國就咁覆亡。亞歷山大為求勝利，必須心狠手辣，處決戰俘，摧毀城池。但係戰勝之後，佢就採取溫和嘅統治手法，尊重當地嘅風俗，甚至招募波斯人加入軍隊。亞里士多德曾經教佢要平等對待希臘人，但要成為野蠻人嘅主子，亞歷山大採取新嘅策略，唔顧喺自己陣營樹敵嘅風險，推動希臘同埋波斯士兵共同作戰。回顧翻歷史，單靠武力征服並唔足夠㗎。戰爭之後，亞歷山大比其他人諗得更加深入。佢想建立一個統一嘅世界，所有人都可以和平共處。
亞歷山大無意摧毀波斯帝國，但想將佢納入文明嘅國度。不過，某啲人嘅創新見解，對於好多人嚟講就非常瘋狂。因為自古以嚟，唔少民族總係自以為高人一等，希臘人都唔例外。我哋去到19世紀，英國人面對住同樣嘅問題。龐大帝國裏邊有唔同種族，不過亞歷山大嘅問題唔在於係世界大同，而係佢將好多標準強加喺波斯人度。現代種族主義高人一等嘅諗法，正係由呢個時期開始。19世紀嘅英國人同古希臘人嘅諗法一樣，自以為比波斯人優越。對於呢類希臘人嚟講，亞歷山大嘅做法似乎過咗頭。喺呢個時候，希臘民眾開始緬懷以前嘅日子。如果換咗係亞歷山大嘅爸爸，事情就可能簡單得多。摧毀波斯帝國，大流士死亡就可以凱旋回國。但對於亞歷山大嚟講，呢個只係旅程嘅開始。呢位馬其頓國王、埃及法老兼波斯國君，自認為係天神降生，渴求更多征戰，以為一切盡在掌握之中。不過有人開始批評佢，亞歷山大亦懷疑有叛徒嘅身影，當中包括手下嘅將領。面對越嚟越嚴厲嘅批評，亞歷山大最終忍無可忍。喺一個晚間聚會入邊，有人得意忘形，佢唔係普通人，而係亞歷山大最忠心嘅副手克雷托斯。呢個人幾年前先救佢一命，但克雷托斯當眾緬懷舊日國君，又批評點解要俾野蠻嘅波斯人同希臘人有同等嘅待遇。亞歷山大好嬲，赤手空拳將克雷托斯打死，但之後好後悔。為咗秉承大同世界嘅夢想，亞歷山大打破傳統，迎娶波斯女人。呢位馬其頓國王身穿亞洲服飾，仲招募波斯士兵加入軍隊。唔少親信都要求亞歷山大停止征戰，俾下屬休養生息。當時佢大可以凱旋回國，鞏固以血淚換嚟嘅土地，之後再西征意大利。但亞歷山大剛愎自用，決定繼續征戰，目標更加指向印度。佢已經做咗最後嘅決定。當年亞歷山大嘅決定，無疑係歷史嘅轉捩點。如果當時亞歷山大決定班師回朝，又會發生乜嘢事呢？佢有無上嘅榮耀，成為民族英雄。佢有天下最強嘅軍隊，除咗已經征服嘅波斯，更加可以奪取地中海其他地區，意大利、高盧、西班牙，甚至北非，都可能成為佢嘅囊中物。咁，羅馬帝國同拉丁文化都可能唔會出現。亞歷山大留俾後世嘅係希臘同波斯文化。傳說記載，當時一個將領曾經勸過亞歷山大，話如果我係你，就會收手。但呢位國王就咁回應：冇錯啊，如果我係你，我唔會強攻印度。不過我係亞歷山大啊。
希臘嘅哲學就提到要喺正確時間做正確嘅決定。要做到呢點，一定要識得分辨自己嘅理想同能力。亞歷山大揮軍攻向印度，又係咪正確嘅決定呢？事實證明咗遠征印度係過猶不及。亞歷山大嘅大軍喺遠離希臘9000英里嘅地區作戰，補給困難，軍心散渙。喺印度嘅戰事最初雖然獲勝，但軍隊已經唔願意再前進啦。亞歷山大無奈班師回國，但係旅途漫長而艱辛。心腹將領身亡，令佢良心受責。公元前323年6月，亞歷山大喺巴比倫因病逝世，死嗰陣只有33歲，歷史上稱為亞歷山大大帝。亞歷山大留低咗一個好強大嘅帝國，但因為佢個仔太年幼未能夠繼位，結果帝國好快土崩瓦解。昔日嘅同袍互相殘殺，最終馬其頓帝國走向衰亡。當時周邊地區嘅王國紛紛冒起，但係都唔足以抗衡另一股新興勢力。喺地中海嘅另一邊，一個年輕城市已經誕生，前途可以話無可限量。佢就係羅馬，另一個帝國嘅故事。